次嚟到芭提雅老虎園，地點位於芭提雅南邊，附近有黑水王射擊俱樂部同埋有四方水上市場，可以一個地方遊走3個景點。如果你係揸車前往，見到呢個橙色牌轉左直入，去到閘口同佢講有幾多個人，咁佢就會俾一張飛你。現場嘅停車場係免費，但係如果你係撞正高峰時呢，就有機會爆滿啦。門票方面呢，有套餐購買嘅，因為摸一次呢就未必滿足。如果唔敢親身去接觸老虎呢，可以選擇買遊覽車嘅門票啦，或者買單次入場齋睇嘅門票。咁另外有單次摸老虎啦，或者一啲特別嘅老虎門票賣嘅。大家可以喺買飛之前呢，望一望個熒幕，睇下個輪候時間，再決定買邊一種門票。揀好咗門票之後呢，就去到後邊俾錢啦，可以用電子支付嘅。而現場亦都設有 ATM。買咗飛之後呢，你就可以即刻入場㗎啦。原來分為8個區，啱啱出世嘅老虎1至2個月，最細嘅老虎3至4個月，小老虎7至12個月，有黃金虎啦，中老虎1至2歲，大老虎2至5歲，巨虎超過5歲，仲有野生動物園區。哦，冇踢過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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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佢隻一隻揈腳揈嗰啲尿出嚟。我繼續玩佢條尾。我呢條尾好摸啲喎，係喎，加佢呢個啲濕嘅。呢個One, two, three, smile. Tám. Cười cơ phải. Cười gì mấy? Không có đây. Sao bị linh? Sao bị linh bảo à? Đi nó cùng thế hả? Ê,นี่มันขี้ไหมเป็นเสือมันขี้ทุกตัวเลยนะไม่อ๋อบางวันน้ำมันไงเราก็บอกให้ดูบางวันมันก็ขี้ที่แรกว่าไปเจ้าโอเคพันเลยนะนี่นะพันเชียร์ยงรีมัวยงรีมัวนี่ใช่ไหมชอบไหม
我嗰隻。ประมาณนี้ไปร้อยแย่ว้าดูสิว้าดูสิข้างนอก用力摸，用力摸。Thank you，謝謝。即係最大隻嗰隻，條尾都幾重下㗎，呢個一路用力。仲大隻，講真度高唔高先 ？OK，冇性別，屈輕好多。